抗雷风台风雨恐惊会真大，台南市长黄伟德就表示讲，市政府伫暗时9点进前会公布讲敢要放风台假。另外，伫台南的林德区地势较低，所以公所嘛准备3500个沙包，准备要互民众来冻水。台南水利局人员30早起去北区文献抽水站，除了检查设备机器敢有各样，也试看卖排水系统敢会当顺利运作。抗热风台逼过来，全台湾拢伫警戒区内底，因为之前2个风台甲南部霜冻甲真严重，这个市府针对二仁溪、沙野溪、港尾高溪等河流过仁德区，这寡烟花地势较低的所在，即马公所有传3500个沙地要开放民众来领。你若落差20分，大雨落20分就中去。10包啊，我是要踢水坑，试看卖啊啦，若无真正就爱去买抽水机。各个抽水站跟移动式抽水机的部分，目前区公所这边管理的部分，大概至少有50台左右。仁德的公益活动也趁风台还未来进前先暂停，赶紧甲做节用的牌楼拆落来，就惊互强风扇倒去。这做一要用啊，风台内在上大组，爱赶紧除掉，无太长了啦，危险性。码头边啊，工人也赶紧甲准备好安，路边也常常会当看到咧修剪树啊，就咧活动的大型灌风翁啊，也先甲消防避震。然后因为台风风力比较大，我们怕一条单绳可能会有断掉的风险，所以我们都会再加2条绳子。台南在风班表示，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甲抗热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10月31到11月初1，台南市全市恐惊拢会落尽雨，甚至大水雨，山区会落局部大水雨，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，保护财产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